同款是伫约旦河西岸附近的消息，伫当地有一条大条桥拆败的时阵，爆出枪击案。一个约旦的查甫人，伊向以色列的方向开枪，造成以色列3个人死亡。因那这个枪手嘛随去用弹死。约旦当局初步判定这是个人的行为，不过有的在地人认为讲，这是为巴勒斯坦人出一口气。迄暗伫因的首都有几啊百个人去街路庆祝。 约旦反以色列情绪正悬，阿曼大路顶有人奔点的示威伫咧庆祝，佮烧以色列国旗，侮辱约旦退伍军人马赫贾奇的英勇行为。دماء هالأطفال اللي راحت والشهداء اللي راحوا يعني。以色列官员讲，吹背伫咧连接约旦河西岸甲约旦的阿伦比关卡，也互人叫做河星国王桥附近，庆祝马赫贾奇自约旦这边向以色列安全部队开枪，几落位50几岁以色列查甫人死亡。军方表示，死者拢是平民。 庆祝假期当场被拍死。فكان قدامنا باص وهي الشاحنه تاعت المنفذ، نزل المنفذ وادى العمليه طبعا الحمد لله احنا ما وصلناش للمسافرين كانوا بدهم ينزلوا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谴责庆祝，也甲这件代志甲伊朗一个伊的盟友相关组织，包括哈马斯甲黎巴嫩真主党提出会讲。אנחנו מוקפים באידיאולוגיה רצחנית שמובלת על ידי ציר הרשע של איראן。河星国王桥主要是和巴勒斯坦人甲游客过。 进前正少发生安全问题。根据约旦国营媒体报道，正市迄人准是再回要去西岸。内政部表示，初步调查这件代志是个人的行为。约旦甲以色列伫1994年签和平条约，不过有真侪巴勒斯坦人的约旦，捌批评过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。伫以下冲突发生了后，也个发生民众抗议以色列的事件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。